那继续来看，行政院主计总处让30年，昨是再度来公布着家庭财富分配的统计。讲台湾的好业产已经差将近67倍，上届有钱的前20%的家庭财富超过5000万，若上届善食的后20%的家庭只有77万。也毋过，甲南韩、英国、法国等等的国家比起来，台湾的好业产也算是相对较平均。现在年轻的机会不是没有，但是就是差距也太大了啦。许多人定定咧讲，少年袂晓想，食头唔正香。即摆办头物件直直咧起，好业产政策是愈炒愈济。主计总处上星公布，2020年台湾家庭财富分配统计，后20%财富敢若77万，占全体比重无够1%。来看前20%的资产净值超过5000万，比重是62.7%。台湾好业产政策已经比30年前的16.8倍，升到要将近67倍。不过，隔壁国的南韩超过140倍，澳洲超过93倍，英国是伫要110倍，法国嘛超过627倍。那比评过台湾财富分配会较平均。其实是发达国家的常态，资讯科技越来越发达，所以说这种情况会加剧。专家嘛讲，2020年是拄等 COVID-19 疫情，高科技产业是相对的发展起来，好业是愈来愈好业。不过后20%的家庭平均每一户负债405万，比全体平均220万多。可能甲买厝贷款或者是借钱投资金融有关系。好业产政策有影当会放弃这个所在，看出头场。位在大安区的这栋成屋小豪宅，屋龄才1年，总价却将近5000万，写下历史。而整个台北市100万小宅的占比也创下新高。地块北市报告20平细间厝单价分布，每一平报告40万的占比，一年降落来，超过800万的去年全年拢总18.2%。不过今年敢若第一季就超过2成贷款，达到23.3%。等于台北市每5间细间厝，都一间是超过8外万。大多会位在所谓的市中心精华的区域。如果说它有捷运站的话题，那另外又搭配上了一些学区等等。专家讲，申请安建桥，再加上低利润环境，不动产正做避险含控通货膨胀的管道，互头一摆买厝的民众唔若变济，大嘛变灾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